后来过来这件嘛是，互家长有够唔甘，带男一个年母，刚带一个遮大只查囡仔下。顶个月初，你饲这个囡仔来食面，就夹迄个加刀伫个碗内底，要甲迄个面甲交互长，交互脆脆。啊，这囡仔的手揪落这个碗内底咧卖面，这年母竟然无看，全位囡仔的手嘛甲夹落。就安尼，甲囡仔正手第二载1/4的金针啊，甲夹断，啊，这个金针啊就落伫个面内底。年母一个着急，竟然就甲这个面摕去倒掉，互这个小女童的手指头啊，永远来欠一块。爸爸妈妈真心疼，讲这种的是对查囝一世人的亏欠。痛痛的。讲到痛痛，伊就将这个镜头啊伸出来，这个大姐香香和老母抱掉咧。想到就看伊受伤的镜头啊，和老母真唔甘，因因查某囝的手镜头啊，永远拢会欠一块万。把他辛苦照顾他，照顾成这样，然后去给保姆带之后，就变成这样，就觉得很难过啊。台南这个只大姐大的香香进前和一个姓刘的年母带，对方要甲饲面的时，像安尼夹加刀要夹面，无发现讲这个囡仔手已经伸入这个碗内。我女儿的手伸进去，她就直接跟着面条一起剪下去。夹到一个夹镜头的肉，当场被夹掉一块。我跟她说：“你怎么没有使用儿童剪刀？”她说：“因为儿童剪刀放在1楼，所以那时候就行个方便，就没有去下去拿。”无用安装夹刀，佮将肉倒掉去，和香香的手镜头啊，无都恢复原来的模样。这年母嘛，因为家己的粗心大意，都要面对相关的处分。保姆除了停止收托之外，我们也同步跟他停止这个2年的准公共服务契约。虽然年母已经被处分啊，不过香香的伤是永远的缺憾。香香的老爸老母讲，对查某囝一世人拢会感觉亏欠。